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好，歡迎返到嚟講廣東話嘅天主教頻道。今日我哋要講嘅係教會歷史上面一位好特別、好感動人嘅聖女，聖則濟利亞。佢唔單止係初期教會最出名嘅殉道貞女之一，更加係音樂嘅主保聖人。到底佢嘅人生有幾傳奇？點解一個出身羅馬貴族嘅少女會成為教會歷代傳頌嘅聖人？等我哋一齊嚟了解佢嘅故事啦。喺公元2至3世紀左右，羅馬帝國仲係迫害基督徒嘅時代，有一個叫則濟利亞嘅女仔，佢出身自羅馬貴族家庭。由細到大，則濟利亞就已經信奉聖教，而且好虔誠。最難得嘅係，佢好細個就已經立定心志，要將自己嘅童貞奉獻俾天主，終身守貞。為咗克己苦身，佢每個禮拜都會守齋好幾次，鍛煉自己嘅意志同靈性。時間過得好快，則濟利亞轉眼就到咗適婚年齡。按照當時嘅社會習慣，佢爸爸為佢安排咗一門親事，未婚夫係一位叫華勒廉嘅羅馬青年貴族。對於一心守貞嘅則濟利亞嚟講，呢個係好大嘅考驗。到咗結婚嗰日，成個場面好熱鬧，樂師奏起音樂，賓客們歡喜慶賀。但係則濟利亞個心呢？佢一路默默咁祈求天主保佑，希望能夠保持身心嘅純潔。佢個心唔係唱緊世俗嘅婚禮歌曲，而係默默咁詠唱對耶穌嘅愛，因為佢知道耶穌先係佢真正嘅配偶。到咗夜晚，新郎新娘進入新房，呢個時候，則濟利亞鼓起勇氣同華勒廉講：我有一件秘密嘅事要話你知。天主派咗一位天使喺我身邊，保護我嘅童貞。華勒廉聽到當然好驚訝，佢話：如果你真係可以將呢位天使指俾我睇，等我親眼見到，假如真係天主派嚟嘅，我一定會尊重你嘅童貞。則濟利亞好鎮定咁回答：假如你願意一心一意信仰唯一嘅真天主，領受聖洗，咁你就會見到呢位天使。令人感動嘅係，華勒廉真係願意去認識則濟利亞所信嘅天主。於是佢按照則濟利亞嘅指示，去到羅馬城外，距離亞爾比大道3里嘅貧民窟裏面，揾到當時隱藏喺度傳教嘅吾爾班主教。華勒廉見到吾爾班主教之後，接受咗教理講解，最後領受咗聖洗聖事，成為基督徒。當佢洗禮完返到屋企，奇妙嘅事情發生咗，佢真係見到則濟利亞身邊嘅天使。呢位天使喺佢哋兩個人頭上各放咗一個花冠，象徵住佢哋嘅貞潔得到天主嘅祝福。從此，則濟利亞同華勒廉雖然係名義上嘅夫妻，但實際上過住守貞嘅生活，一齊熱心恭敬天主。過咗一段時間，華勒廉嘅細佬替步爵嚟探佢哋。一入到屋，替步爵就覺得好奇怪，點解兄嫂兩個容光煥發，成間屋仲有好香嘅味道？佢忍唔住問起原因。則濟利亞就好坦白咁同佢講成件事嘅來龍去脈，並且勸替步爵都一齊歸依真教，領受永生嘅榮冠。替步爵見到兄嫂嘅改變，又感受到佢哋嘅平安喜樂，於是都跟住去城外揾吾爾班主教，領受咗聖洗。從此之後，華勒廉同替步爵兩兄弟就全心全力為教會服務。佢哋喺自己屋企舉行宗教儀式，又偷偷地安葬殉道烈士嘅遺體。可惜嘅係，後來有人告發咗佢哋，兩兄弟被捉去宮廷受審。法官同佢哋講：只要你哋向羅馬嘅神獻祭，就可以即刻釋放你哋。華勒廉好堅定咁回答：我哋絕對唔會向任何邪神獻祭，我哋只會欽崇唯一嘅真天主。法官聽到佢哋咁講，好嬲咁下令對佢哋施鞭刑。估唔到兩兄弟聽到要為信仰受刑，唔單止唔驚，反而歡喜快樂。華勒廉仲對住法庭裏面其他旁觀嘅基督徒高呼：各位羅馬嘅公民們，
你哋千祈唔好見到我所受嘅酷刑就驚慌，應該要堅守信德，寧死都唔好背棄我哋嘅真主。最後，華勒廉同替步爵被押去刑場斬首致命。當時有一個官吏見到佢哋咁勇敢，大受感動，當場表示要信主，結果都一齊殉道。則濟利亞懷住悲痛嘅心情，安葬咗3位烈士嘅遺體。官府知道之後，派人去勸則濟利亞背教，點知則濟利亞唔單止冇動搖，反而用佢嘅口才同道理說服咗嗰啲派嚟嘅人都歸奉聖教。則濟利亞繼續勇敢咁為教會服務，信主嘅人一日比一日多，佢嘅屋企成為咗傳教中心。吾爾班主教曾經親自去佢屋企為400人施洗。後來有個貴族仲特登喺則濟利亞嘅屋企起咗一座聖堂。官府見到則濟利亞嘅影響力越嚟越大，終於將佢拘捕。法官親自審問佢，想勸佢背教，但係則濟利亞口才好好，3言2語就將法官講到啞口無言。啲人見講道理講唔贏，就用暴力對待則濟利亞。佢哋將聖女關喺浴室裏面，然後燒起烈火，想焗死佢。為咗確保聖女一定會死，佢哋用嘅燃料係平時嘅7倍咁多，但係奇蹟出現咗，燒咗1日1夜，則濟利亞喺浴室裏面居然安然無恙。啲人見到火刑唔成功，就派一個兵士用利斧斬聖女嘅頭。個兵士斬咗3次，聖女先至倒喺地上，但係仲有氣息。信友們知道之後，紛紛趕去慰問佢。則濟利亞喺生命最後嘅時刻，仍然好清醒咁交代遺命，將自己嘅住屋送俾教會。直到3日之後，佢先至安然離世，去天國同佢嘅主相聚。信友們將佢嘅遺體安葬喺聖加里多公墓教宗陵墓嘅旁邊。關於則濟利亞具體係邊一年殉道，歷來嘅傳記有唔同講法，但係一般都認為係喺公元第2世紀至第4世紀中葉嘅一段時期。聖女則濟利亞可以話係初期教會殉道烈士嘅典型代表，佢嘅敬禮好早期就已經好普及。我哋而家嘅彌撒經文裏面都有將聖女則濟利亞嘅名列入行祭常典入面。聖女殉道嘅地方後來起咗一座好宏偉嘅聖女則濟利亞大堂。講到呢度，有個好神奇嘅故事要同大家分享。大概喺公元820年左右，教宗聖巴斯加將則濟利亞嘅遺體隆重咁迎去聖女則濟利亞大堂安奉。到咗1599年，使封但樞機重修則濟利亞大堂嘅時候，打開棺木重新安葬聖女嘅遺體。當時有位好有名氣嘅雕刻師馬德諾在場，親眼見到聖女嘅遺體居然冇腐爛，面容好似仲在生一樣，身體側睡，好似一個安睡緊嘅少女咁。馬德諾好感動，就按照聖女遺體嘅樣貌製作咗一個好靚嘅銅像。呢個銅像而家就安放喺則濟利亞大堂嘅祭台下面。銅像上面仲刻住雕刻師嘅親筆題語：此乃童貞聖女則濟利亞之像，與親見其遺容完整不腐，面容如生，特按葬製成本像。可能大家會問，點解聖女則濟利亞會成為音樂嘅主保呢？原來係同佢結婚嗰日有關。當時樂師奏起音樂，但係則濟利亞個心就向住天主，默默咁唱詩讚美天主。因為佢心內唱歌讚美天主呢個美麗嘅形象，後世就尊奉佢為音樂、歌唱家同音樂家嘅主保聖人。直到今日，世界各地嘅音樂家、詩歌班都會喺聖女則濟利亞嘅瞻禮日，即係11月22號，舉行特別嘅音樂會同感恩祭，紀念呢位用生命嘅樂章光榮天主嘅聖女。我哋生活喺現代社會，可能會覺得聖女則濟利亞嘅故事好似好遙遠，但係其實佢嘅見證對今日嘅我哋仍然有好深嘅意義。首先，則濟利亞教識我哋咩叫堅持信念。喺一個迫害基督徒嘅時代，佢冇因為壓力而放棄信仰，反而用生命嚟捍衛真理。
今日我哋生活喺信仰自由嘅社會，係唔係都應該學習佢咁勇敢咁為信仰做見證呢？第二，則濟利亞展示咗貞潔嘅真正意義。佢嘅守貞唔係因為厭惡婚姻，而係因為愛天主愛到一個地步，願意將自己最寶貴嘅獻俾天主。呢種奉獻精神提醒我哋每個人都應該學習將最好嘅獻俾天主。第三，則濟利亞嘅口才同說服力，教識我哋點樣用溫柔而堅定嘅態度為信仰辯護。佢唔係用激烈嘅爭論，而係用真理同愛心說服咗好多人歸信於主。各位兄弟姊妹，聖女則濟利亞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佢嘅一生就好似一首美麗嘅樂章，由開始到結束，每個音符都係為光榮天主而奏響。雖然經過咗千幾年，但係佢嘅見證依然感動住無數嘅心靈。聖女則濟利亞，為我等祈。如果你鍾意今次嘅分享，歡迎喺下面留言同我分享。一個小小嘅讚好同訂閱對我嚟講都係大大嘅鼓舞。多謝大家，下一集再同大家見面，天主保佑，再見。